功能打入啊！喂，唔撳嘢，撳完啦。好嘅。張良撳晒所有眼控啊，係咪？之前啊，右手揀咩啊？本身對面李信喎，話又係相反對決喎，同相反，係咪？我哋嘅豬打嘢。豬打嘢，唔好指望佢捉到人啊！咪盾咯。當佢係肉盾就得啦。佢回血多啊嘛，直接。加埋唱文機打唔入啊！雙皮，跟住兩隻盾我哋揾食咯。跟住我仲要出半肉流啊！即係兩個半盾。唔係嘅，兩個肉跟住一個半肉咯，跟住兩個脆皮，半盾咯，兩個脆皮啦。夏威都 OK 嘅。個李信係傳送喎。或者係用，或者唔係偷襲嘅。魔镜啊魔镜，帮我看蓝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对面李信带的是传送，带线牵制能力会很强，记得多多提防哦。领导提醒，敌方妲己消失了，小心突破。直接俾我打咗半寒。哇！啊！我有個頭，全市。李信又返嚟啦！你對話佢又返嚟，哈哈！李信又返嚟啦，佢有傳送啊，又嚟啊！又如何？個坦克可以寄傳打小兵度，最慘小兵啊！真係。夾唔到啊！佢非常小心啊！真係。
佢太謹慎，佢而家超謹慎啊！真係，我哋都好難搞掂佢啊！真係，佢出嚟都難啊！真係。佢打到我吐連招啊！如果佢經濟高嘅話，我頭先就死㗎啦。我又活血醫生喺邊呢？你望佢見到你嘅正。妖，爭佢成日打嘢打太慢，俾佢知道我喺度，掃一掃掃一掃。點會俾佢知道咧？佢掃一掃啊嘛，見到冇嘢，冇嘢冇掃嘅，其實走咗彎㗎啦，跟住兜翻轉頭掃。佢又探下草睇下草有冇人咯。咁你諗下唔係，佢就探下草睇下有冇個人咯。就如果有人嘅話，先打咯。因為佢知道一定有人嚟過。我直接去中路揾實啦，個女仔。你過嚟幫手。等我一下。傻㗎，想幫我碌卡雲。打唔到，佢想返去上路，佢冇傳送啦，因為繼續走上路。開大啊嗱，空大，直接空大。兩條友喎，我哋直接回本，屌啊！拆塔小能手上线，灵王好像听到了对面心碎的声音。打唔到啊！盡力啦，盡力啦！呢局呢波盡力啦！你想偷緊塔啊？手下！大佬啊，點解要等我塔爆咗先嚟啊？佢仲要兜一兜去後面喎，乜鬼啊？驚遇到人啩？唔知啊，佢明明係個肉嘅，使乜驚啊？個塔爆咗，下路4隻。我引個李信過嚟。進攻敵方雲鷹。
我只要打爆對面個上路啊，對面你勝90%會嚟。你望佢度有一啲上嚟啦，而家。主宰归我们啦！懂事的敌人已经开始点投降了哦。唉，咁高經濟嘅對面6000幾經濟。我9個頭啊，難怪啊！真係點搞啊？顺利拿下中路一塔，保持着势头，可以的。猪八戒收下了对面蓝豹，对面打野会不会哭着找妈妈呢？经济领先，别浪。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妖走啊！小心小心，打进来了野。對面10幾個頭啦，唔好再屎俾佢啦！黃英對面打野啊，10幾個頭啊，唔好再屎啊！我都抽唔過佢啊，OK。增加容錯。屎到打到咁亂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奥车出击。嚟圍佢哋，圍佢哋。雲英唔喺度，雲英唔喺度，雲英唔喺度。雲英可能嚟咗啦。李信近战时，大唐爆发性了巨额伤害，尽量避免与其近身对战。走走走。正在路上。佢見到我殘血，仲諗住用斬殺，但係佢唔知我開緊大字啊！直接回滿。硬晒啊！对面视野没了，得小心他们突然出现。我啱啱好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對面射手啊！唉，可惜啊！我清一清上路兵線。Hello 手啊 ！Hello，李生啊！好在冇俾佢偷到水晶嘅，而家已經落後啦，我打到咁好，結果落後啦，經濟。開始撤退。你哋打得差咋嘛？整容手術都是騙人的，青春美貌
衝咗。可以打啊！豬殘血啊都。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 Hello，Hello。而家對面雲英13個頭啦，點玩？佢係開緊龍。小心下路李信。为了完美的皮肤，一齊嘅吧。拒绝。對面李信嚟啊！开始撤退。唉。輸俾雲英。